誰人直作我逃避，結合廢紙堆之後，我卻看到兩罩，結滿了鮮血連幕，逃避入到。搖搖撞撞腳下無力，捱到了精打交換，我卻看到背後那個殺手正回來，明明是你。世界飛走怎麼講？為何要像這樣？感情化不得，只想講。像這樣無助，每日常路過，風險有幾多？故事和人馬。